有人問點子係乜嘢？佢代表咗一個符號，一種信念。我哋一直堅持用心靈而唔係鏡頭去記錄每一個幸福嘅瞬間。時光在變，回憶都會模糊，冇人可以阻擋到時間嘅腳步。但係或者有一種方式可以留住生命裏面最珍貴嘅時刻。選擇你所信賴嘅點子，只係為咗有更好嘅回憶。點子傳媒期待你嘅光臨。